看到这嘛是真侪人真够早，特别是元旦过了后，这几天苗栗一个私人的农场，规个梅花开甲真大开，花一万一万，互风吹落到涂骹，亲像是落雪同款。水池啊，拢看会到花瓣。梅花树是沿河安尼种的，变做一条天然的小梅花步道，请一寡游客特别来这欣赏这个美丽的景致。 树仔顶的梅花开啊，花落来就袂输那落雪同款，实在真水。梅花树种伫池仔边，整做一条天然的小梅花步道，游客赏梅花，阁会当听到边仔的水声，互人心情真放松。哦，还没有入园，就先闻到这个阵阵的这个梅花的这个香气哈，白色的，像这样子，下雪一样的，非常漂亮，有那种自然园林的感觉，你可以感觉到主人的巧思。 芳无因咧收集花蜜，游客嘛无因摕相机，甲上水的画面翕落来。这是苗栗的一个私人的农场。黄主讲，苏当时就是因为因某介意梅花，才会甲正把张梅花树种伫池仔边。今年因为天气目领寒、目领热，才会互花提早开。我经常在这里散步的时候，就是看那个树干每年在成长，那个感觉就是有一种架势，整个四季的变化。 黄主讲本来是为着纪念因某种的梅花，即马已经成做当地赏梅花景点。山内自然的景致出现规片白色的梅花，气氛嘛实在袂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